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忠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使技巧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大，宝岛放飞，身边只存你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美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忠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使技巧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大，宝岛放飞，身边只存你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
曾經，已經過千萬年，也透這看見，摧毀開滿所見，至少嘅你，早就已經離開，悲怨的歌聲，祈求一個有希望我無想好。牽手行咱的路，實現伊的夢想。自細牛牛請你守護，是的軌道，腳腳烏啊，踮佇咱的夢中，是我唯一的歸宿。猪骹囤足機钓味，大家好，今天是精明干练朱棣卡被霸气绕口令还债台，我要把非常精明干练的 BGM 吹落去，看看我这精明干练的模样。我今天一定会非常精明干练的结束这一回合，你们说是不是？可是在那之前，你们要帮我听我的声音大小可不可以？大家午安，今天是很难得把精明干练的状态开出来跟大家互动的朱棣卡，看到我这么精明干练的模样，就知道今天一定会非常飒爽的结束这一回合的。谢谢大家来到了绕口令台。去年下半年，为了好好练习我的台语，不管是咬字还是发音，听说我献祭了我的国语，现在中文怎么讲都不知道了，怎么办？今天绕口令基本上不管大家投中文、台语都是可以的，我会尽其所能的把我的精明干练展现出来。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吗？而且我看到我们今天并不是那个什么吹口气，对，我们不是吹口气，我们万圣节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是想吃糖糖。你会看到我左边有一颗猪脚的黄金糖，对，我今天故意用很长很长的筷子把它插着，我想要证明我是吃得到的，我吃得到，吃得到，我现在就吃给你们。等一下，为什么我卡住了？为什么我的手艺就这么短？等一下，为什么他筷子不会弄过来我这里？对，你筷子过来一点，我就吃到了。为什么我还是吃不到这个糖糖？我想吃啊！我等一下，这个筷子不就是手转一下，手转一下，筷子就过来啦。我要吃糖糖，等一下，我还是吃不到。不是啊，这个筷子不是右转就可以了吗？等一下，为什么？啊！我要我现在好希望我有那个长长的舌头，可以过去舔一下。下次请那个泡芙老师帮我那个增加一些奇奇怪怪的内建，就是可能按那个什么 Ctrl 加哪里啊，然后那个长长的舌头可以过去舔一下那个糖果。等一下，我的糖果，我的糖果现在已经插在筷子上了，它的转不过来，给我吃一下。哦，吃不到，不准笑。你们为什么笑得跟孩子一样？你们这群家伙到底为什么笑得要跟孩子一样？我不过就是一只吃不到糖果的猪，有这么开心吗？看看你们，算了，我不要吃了。算了，我不要吃了。反正吃糖糖吃太多会变胖。
我要维持我现在非常苗条的身材，我现在身材非常的苗条，没有错，就如同你们所看到的，吃不到糖糖就算了，糖果我就是吃不到啊！我原本想说我插着有机会吃到它，各位听到吗？好啦，先打招呼啦。首先是套娃安安，然后8月1号先生安安，然后优美酱安安，汉鼎先生安安。差点在工作的时候睡着，还有声音出来吗？好，我们今天是会让你们非常惊吓的精明概念绕口令拔起台，然后接下来是丁野安安，一语惊醒梦中人吗？然后妹夫桑安安，黑夜安安，猪猪午安，谢谢沈月，由妹桑安安，柳树先生安安，雅晨今天依旧专情哦。这个 BG 的话，平常可以就是比较激昂的地方盖住猪的声音嘛。好，等我一下，比较激昂的地方，好，我把它转小声一点。今天不能让它太激昂，因为今天的主角是我待会发出精明干练的那些声音。然后晴天一拉晒，夜夜一拉晒，祝你吃。我是吃不到，那怎样？我现在已经很尽力，我就吃不到啊！我已经很努力了，还是吃不到。然后幽灵伊拉塞，伊塞兰鲁伊拉塞，对，水饺造型吗？所以我看起来像是一颗饺子吧，水灵宝贝。哦，李铁拐先生也来了，午安，大家午安，欢迎来看我精明干练的。刚吃不到糖果，但没关系，等一下会很像，对，还是吃不到，很像会有精明干练的，发出精明干练的声音，就是代表我要练绕口令了，对。然后薄荷安安，然后。啪啪熊没看到我头上精明干练4个字吗？原来是水饺，所以我是水饺，所以我到底是什么？我只知道我这个造型我都吃不到糖果就算了，然后我右边还要补丁，要不要这么可怜啊？要不要这么可怜啊？大过年的，而且都要办尾牙了，为什么我身上还要补丁？这么可怜的补丁，是一定要这样子吗？然后太日伊拉塞，然后有一点胖的水饺，我觉得我很苗条，我不要吃糖糖了，我要把它倒掉，我把它拿到水不丢一下。我觉得我已经是很苗条，非常非常圆融，圆融，对，圆融，不是我的圆融是说我处事圆融，我现在就把糖糖拿掉给你们看，气死我！它粘在我手上就算了，然后它也不歪过来给我吃，那个糖果歪不过来。燃烧神教也拉塞，什么刚刚已经在金盟啦，一年四季都能用的造型嘛。我就觉得我们万圣节过了之后，好像还是可以把它开出来啊！你看它这么的精明干练，原来这么的适合就是展现精明干练的这一回合，我们一定要趁现在把它开出来啊，对不对？总之呢，今天是答应大家的被拔旗的绕口令还债台。对，那如果有什么绕口令想要让猪猪挑战的话，基本上就是 YT 可以，然后绿界也可以，三枪也可以，基本上就随喜哦。对，就是用大家量力而为的方式，完成一个血流成河的局面。但是我相信今天这么精明干练，应该没有办法让你们血流成河啦。对，什么立蛋？等一下，所以我端午节也很适合把它开出来就。各位大家好，我是今天你们立蛋的主角迪卡豚足鸡，迪卡豚足蛋。对，我们现在要来立蛋咯。对，好，就假装就好，我们立一下。好，我们完成立蛋了。好，谢谢大家，掌声鼓励鼓励。选一个正中午50，好，50到。我们现在我们线上立蛋。好，成功。好，感谢大家线上立蛋成功哦！100%能力，什么题？我觉得圆润吗？我觉得圆润又可爱，不是吗？怎么有点像啦？而且啊，听说今天是那个什么国际求婚日，好有趣哦！我现在都跟这些很浪漫的节日非常的无缘，非常的绝缘。
对，你们待会的绕口令台词，如果有想到什么求婚型的绕口令，好像也挺有趣的哈，我们要挑战一下。对，然后精明干脆什么小香菜都没。小狐狸，你知道太多，我现在把香菜关掉。对，我应该是要把香菜关掉了。今天不能生炒今天应该要非常精明干练，对不对？今天绝对不能生炒。不要了，好寂寞哦。我先预告，可能生炒的话，我现在草就在那边飘。我现在所有的草都幻化为就是香菜飘来飘去，代表说我所有的草已经没了。对，它就是飘掉了，所以我待会一定是精明干练嘛。对，国际求婚日，对啊，好像是什么国际求婚日，好浪漫哦，去对你的二次元老公求。水灵宝贝，请问你的二次元老公是哪一位？还是你拥有就是 GPT 老公之类的吗？什么猪猪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来不及了。谢谢月月，请问月月这个是你的随喜抖内吗？这个是你的非常随喜、非常安详、非常圆滑的绕口令吗？今天的猪猪很圆很可爱啊，超级金萌盖。好，谢谢，感谢你完成了我们今天首发非常圆融、非常和平的绕口令，就说嘛，这个有什么难的？我马上就念出来了，好不好？对不对？我就说，经过上次我的中文被献祭出去了，我的中文经过了这几天，不是几天，这几个礼拜的磨练，又回奶呢，应该 maybe。谢谢叶叶，画面上是一个芋泥，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是一个芋泥馅什么的水煮蛋？为什么？我今天好像还有吃一颗水煮蛋好吃，请收下心意吗？金魔概念，恋爱的恋是吗？这是国际求婚日，你们所谓的浪漫是吗？水宁的帅到还演了不少剧场版，真的假的？是哪一位啊？哦，是哪一位？好想知道哦，太神奇了！哎，水灵宝贝是哪一位？为什么猪猪姐姐不知道？不需要国际求婚日这种东西太不是啊，雅晨，这个国际求婚日的这个风格的绕口令，基本上那个抖内可以大家玩一下啦。对啦，不是雅晨那个该醒醒了。看起来什么可素食啦，什么可素食？我觉得我比较像汤圆哦，怎么讲起来？我觉得刚刚看了一下，我觉得我还蛮像汤圆的，好可爱哦！而且后面满满的肉纹哎。好，我们感谢我们大燃烧神教，我们大燃烧神教吹了起啦。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大燃烧神教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国际求婚日哦所寄出的这个绕口令究竟是什么内容呢？钢蛋大嘎大，钢蛋大嘎大，再次，钢蛋大嘎大，没有错，我果然精明干练的念出了我们燃烧神教的第二则非常简单的绕口令，钢蛋大嘎大，没有错，大家给我拍拍手，我果然是精明干练的完成了我们第二题，钢蛋蛋钢蛋。蛋不是，对，钢蛋蛋单杠啊！我刚念反了，等一下，再一次，钢蛋蛋，我是蛋蛋，等一下，我怎么念不出来这一则？我是蛋蛋啊！等一下，钢蛋，为什么？不是，它才几个字，为什么它这么难？你们都不跟我讲，你们就这样子默默的袖手旁观。等一下，钢蛋啊，钢蛋啊！燃烧神教这个太难了，这个应该是要最后一题的，怎么可以出现在第二题啦？钢蛋大嘎，钢蛋啊！好，钢蛋，好，就这样，我好棒，
刚当当当当，刚当当当当，好，我好棒，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题，等一下，小喵喵怎么办呢？对了，小喵喵，你对于我们礼拜五的尾牙有兴趣的话，就是欢迎在礼拜五的时候可以及时参加，或者是现在我们的右下角，我们展官1680已经10抽了，人在国外无法跟到直播，这10抽就不玩效果了，就祝发大财。对，我们长官已经先行参加了，对，就当天如果来不及不克前往，可以先到我们下方资讯栏已经有表单可以先填写啊，记得就是抖内完要记得填写表单哦，知道吗？要记得填写表单。对，1681抽，对，或者是你想送暖，对你想要迫害谁，在转盘上面出现名字的话，也欢迎互相相爱相杀，谢谢。什么？你现在摘草莓酱？哪里有台的草莓酱？然后马克先生，对啊，刚蛋，他哇。好，我们套话这一题第3题简单一点的，很简单，我就先来简单的一个。好，这个简单啦，44只10，等一下，44只10狮，44只10狮子，对，我通过了。这题比刚刚的刚蛋当杠还要简单，谢谢套娃，谢谢套娃，当超甜。什么第一个就这么好笑？明明那个是第2个，不小心变成蛋。我以为它很简单哎。燃烧神教怎么突然出一题魔王题呀？这样，对。然后新秀而已拉下。那我是最后一题的，应该是陈道，可不要吧？啊！欢迎我们非常崇高的600块小欧经理的出现，啪叽。我们今天抖内随喜随便抖，对，随便出题给猪猪。对，今天是拔旗绕口令台，没事，中午来看台吗？好的，小喵喵没有问题哦，欢迎来看台。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来抽奖吧。有谁来看台的话，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尾牙。看说你想自己玩自己，还是说你想要玩其他成员，也都可以的。对，然后粉红色不是草莓酱吗？很像是也可以是草莓酱绕口令抖内多少钱啊？蹦蹦炸弹，我们在上方有说水洗，对，水洗就是基本上看你要 YT 还是3枪还是绿界，就是水洗就对了。对，粉红色，我觉得它也可以是蔓越莓酱啊，对不对？水洗只要连打字，是，然后只要可以留言打字，谢谢塔瓦跟雪梨宝贝，然后以及燃烧神教的讲解啊。来，接下来我们迎向了第4题。来，我们薄荷这么温和，一定是非常温和的题目。来个经典的，这个简单啦，一点挑战性都没有，我一定会精明干练的。和尚端汤上塔，塔滑他啊！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洒，塔。薄荷这个真是太简单了。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等一下啊，塔滑汤上塔，塔滑汤上塔，对，我念过去了，我很棒，就跟我目前精明干练的状况一样。不准笑，你们在笑什么？塔滑汤上塔，对，没有错，我很棒。塔滑汤上塔，我觉得我很完美，我很完美的诠释了薄荷给我的题目。谢谢薄荷的第4题，我很棒。我们感谢44个月猪之组长，我们人好已经收到了那鳌头笛啊猪猪这边的鳌头笛我也是会再找时间装上我的机车，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此处无银300两吗？就是我装上去骑出去大概都知道我是可能朱迪卡的面线或者是朱迪卡本人好危险。好，我们看第5题，塔瓦继续出题，这个简单呐，难。等一下，塔瓦，等一下，不是，等一下这个很会玩，等一下，南管展览馆，这
这样子反而好念呢。南管展览港，好啊，你把这个字整个重新排列顺序了，反而把这一题变得稍微简单了。我的机敏概念又回来了。南港啊，不是，对不起，就硬要念那个很难的南管展览港。好，我顺利通过第5题了，没有错，我顺利通过了。欢迎大家想要挑战朱蒂卡的绕口令回，斗内随喜，谢谢。先来个简单的啊，谢谢小喵喵，他，对，好，小喵喵，这个绝对是简单的。好，小喵喵，这个绝对是简单的。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可以，我觉得我很棒。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很标准对吧？这个绝对是可以100分的，跟刚刚那个刚大比起来，这实在是太简单了，小喵喵。我就说，经过大概2-3个月的磨练，我的中文程度又回来了，我很棒。听起来迪卡一直 Q 到，等一下，我哪好意思 Q 到啊？而且我在想，之前不是那个凤凰台风的时候，不知道红台什么，那个感觉也是很好玩我觉得台语系的绕口令，大家也可以丢过来玩一下，应该也是很好玩。什么刚刚只有男友虎，我觉得非常的鸡皮概念啊！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好，这个是目前讲的最鸡皮概念的。应该 maybe 听的血压有点高。哪有？我觉得我念得很好啊。绕口令的字数限制吗？你有个什么5NA 绕口令，不知道可以给迪卡念吗？虽然说蜘蛛看到5NA 可能会就是5NA 念过去，但是你可以试看看。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好笑比较重要啊。虽然说我可能比较不好意思跟大家5NA 的那个发音，可是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念出来。三枪你怎么没有叫？三枪你怎么没感觉？感谢小天豆内给 Dika 囤足迹啊，有了，三枪叫了。有三枪。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厂方把钢弹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办场钢弹观光展，看钢弹吊单杠往上。当然，官方网站专栏常常绽放万丈光芒，让网站上满旁观该玩廊按赞逛，南波万棒。等一下，小天，等一下，我看一下，救命啊！我看一下，等一下，我可能要去开启那个明细的部分。好，下一题没有意外的话是小天对吧？你们居然想让我挑战这么……糟糕，不能说简单。猪的弱点是安恩昂，大娃你知道的太多了。来，我们现在来挑战我天总168，然后下一题马上就会迎来马克先生以及我们木子来。南广长，哎呀，等一下，再一次。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厂方把钢弹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办场钢弹观光展，看钢弹吊单杠往上。当然，官方网站专栏常常绽放万丈光芒，让网站上满旁观呆玩狼按赞逛 No.1 棒我绝对不要再念第2次了，我绝对是鸡皮概念把它念完了。我到底念了什么？看看我这张非常诚恳的脸，我居然把它念完了，我到底念了些什么东西？我跟你们说，我找到诀窍了，这些东西只要你念不好，你就把它过去就对了。
等一下，为什么这么难？可以再听一次吗？那个很难欸。好啦，因为我刚刚都会有重复，来，我们都可以为各位再重复一次吼。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厂方把钢弹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办场钢弹观光展，看钢弹吊单杠往上。当然，官方网站专栏常常绽放万丈光芒，让网站上满满膀胱啊！你谁膀胱？你全家都膀胱，满满膀胱，台湾人按赞逛逛，Number One 棒！我不要再念一次了啊！怎么直接是大魔王了？怎么？不准 Q 膀胱！你们才膀胱，你们全家都膀胱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我这样满身大汗，完蛋了！膀胱，等一下，怎么会有膀胱啦？等一下，奇怪，你们好奇怪，每个人都很奇怪。哦，天哪，好像好热哦！等一下。简单啦，膀胱什么的念过去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的马克先生，我们下一题。好，马克先生站住一个，游西湖，提西湖，西湖钓西湖，西湖西湖，西湖西湖。哎，好像 OK 耶，好像我念过去了，对不对？站住一个游西湖，提西湖，西湖钓西湖，西湖，好像也没有很简单哎。500万安培，对，我可以用500万安培弄过去，不是吗？谢谢我们马克先生的西湖，从膀胱扯起。好啊，谢谢马克先生。对，如果待会有500万安培，我就会念500万安培，没有错。然后接下来是木子的，然后某数，我只是来讲，我嘟嘟啊，甲困，哦你啊，我个嘟嘟啊，这个困吧，我啊，甲我食饱啊，哈，我嘟嘟啊，甲困吧，甲我。假吧，哦，就是木子想说他刚刚睡醒，然后刚刚已经吃饱了，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也是属于绕口令的一部分吗？怎么说念完就下播？等一下，我很精明概念，我要念完。等一下，好，接下来是我们蹦蹦炸弹，谢谢你的水洗。东方有个农夫叫500万安培，好啦。好了，我觉得我直接念那个会比较好。东方有个农夫叫乌马，西方有个农夫叫雾马。雾马偷了乌马的，乌马种出了雾马的乌麻。雾马说自己种的乌麻比乌马的香，究竟是东方的乌马种的乌麻比较香，还是西方的雾马种的乌麻比较香？只要没有只要没有我就赢了。谢谢我们蹦蹦炸弹，让我完美的诠释了这一回合，谢谢。然后接下来我们的雅晨妈妈骑马去买麻，马慢妈妈骂马，马骂妈妈啊，马怕妈妈骂，马快妈妈不骂马，马听妈妈话，妈妈不骂马。是不是只要没有我就赢了？谢谢雅晨，也让我完美的诠释了这一回合。但是绿界才会发音吗？基本上很像那个绿界或者是三枪都可以帮您发音，应该是这样。但比较保险的话，你可以抖三枪的部分，应该它会比较明确的，会有像右下方的那个文字。南广对，有声音的是三枪。然后我看一下。进阶好，我们小妮妮进阶版是吗？好，来，
红鲤鱼家有头小绿驴叫李驴，等一下，李驴驴，等一下，红鲤鱼家有头小绿驴叫李驴驴，绿驴啊！红鲤鱼家有头小绿驴叫李驴驴，绿鲤鱼家有头小红驴叫吕里里。红鲤鱼家有头小绿驴叫李驴驴，绿鲤鱼家有头小红驴叫吕里里。太棒了，我是不是又完美的诠释这一回合了？果然精明干练。好呼吸。我觉得只要没有安跟安啊什么的，我就精明干练了，没有错。接下来，看看我都是丢简单的题目啊，超仁慈的。我们Tawa这一题又是什么呢？那就来个化肥会挥发，挥化化肥会挥发，灰化肥发黑，黑化肥花。等一下再一次，等一下再一次，化肥会挥发，灰化肥发，化肥会挥发，灰化肥发黑，黑化肥发灰。我念出来了对吧？我好棒哦！化肥会挥发，灰化肥发黑，黑化肥发灰。我应该有，我好棒哦！应该完成了对吧？谢谢Tawa。真人感，大家介意一下，一直台词怎么记？我刚刚念的很多，不只有啊啦，不只有啊。谢谢你们的随喜。然后接下来，接下来是水灵宝贝为猪猪出题哦。简单版的回忆：马超出操，操场操马喂马吃马草，马妈妈操心草草，马面喂马操等下后面这个 YEAH 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吃什么？叶吗？等一下，马超出操，操场操马喂马吃马草，马妈妈操心。草草马面喂马超吃耶！这个是什么？对不起，原来这个有回忆杀的意思，说这是某个迷因梗吗？那个不是终极。等一下是什么？是什么？为什么就是不知道？记得还有什么加强版的？只丢一半而已，是不是？这个也是只截一些而已，完整版的 rap， 我们飞居然是终极三国哦！我的天哪，也太怀念了吧！其实我没有看过终极三国救命！然后 rap 过不了，直接怎么样物理突破？直接殴打是吗？那个耶就是，然后。终极三国会让我想到什么紫禁之巅啊，什么要打去练武士打，就差不多那些，就是那种很神奇的梗的那种东西吧。马超那个绕口令上有带节奏唱，真的假的啦？谢谢8月1号先生，原来是终极三国。对，不是我的英文很烂，我在想说他会不会是有其他的
其他的梗啊，或者是其他的意思没？对啊，当时什么胡宇威好青涩吗？哎，我真的没有看终极三国哎，完全没得看。看成牛妈说当时什么？汤娃你还好吗？汤娃你还好吗？谢谢大家。对，没想到就连终极三国的回忆杀都炸出来了，没有错。谢谢，我觉得我很优秀的把大家出的题目都很厉害的念过去了。我现在要喝口水。谢谢。紫禁之巅是什么？等一下，那又是什么？我不知道哎。感谢绿色的观众斗内给 Dika 屯足迹了100元。起立立立立立立，起立立立立立是什么啦？公公孔靠腰挖。等一下，这是什么洗沥沥沥沥？等一下，这什么鬼啦？绿色的观众，谢谢绿色的观众，但是是水鱼宝贝吗？绿色的观众。好，紫禁之巅是 K1 和5566嘛，然后终极三国是五虎将。哎，其实我都完全不知道，就是五虎将又是谁？哎，我只认识5566。我连 K1 是谁，其实也是之前就是米娜板板在揪要一起唱那个风云变色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们是 K1。对，当年的够爱是真的什么这啊，不错，佳音，那请出大刘备什么啦？东城卫，等一下是什么啦？然后猪猪念什么啦？穿梭金星木星，哦嘿。等一下，所以这绿色的观众是木子吗？啊，谢谢，我们感谢绿色的观众。我们来念一下这个：淅沥沥沥，哗呀哗呀，云下来掉啊，不是。等一下，不是哎，这到底是什么？起立立立立立立，起立立立立立立，扑扑扑公公公，为什么有靠腰？我几恰跟哈，我几恰跟够楼啊？什么意思？我听无，什么？我几恰跟够楼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哈？我几恰个啊？没有，这是什么？等一下，我们绿色的木子要跟猪猪解释一下，那个是什么意思吗？够爱的前面也可以当做一种 rap 绕口令呢。哦，好哦，够爱怎么唱？然后。哦，你的吉他个够了啊啦！哦，我想说奇怪，等一下，我吉他个够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台文政治就是特别的重要呢。对，因为这样一下我们不晓得说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洗外吉他个够了啊啦！其实，起哩哩哩哩哩哩哩，起哩哩哩哩哩哩哩。扑扑靠腰我吉他个够了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我好完美哦，我觉得我完美的呈现了，谢谢。是这样子对吧？不止，我觉得我很专业。对，机车报一下，5星老师一拉下。我们今天是水洗的还债绕口令，欢迎大家水洗投递起来。你们想要玩台语的也是可以，虾米红红红胎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虾米鹅啊什么有的没的。我觉得我学的超像哎，是不是？如此优秀的朱蒂卡，今天果然精明干练的
诠释了很多很多我们的绕口令之外，我居然还拟声拟态了机车发不通的声音。Oh my god， 真的是太酷了，好棒哦！水玲，我觉得那个可以精华，谢谢。直接点名要精华，有够像的啊！我也觉得超像的，好不好？超像的，谢谢你们大家，谢谢。我喝口水，谢谢你们，太棒了。我还在担心我的中文已经被献祭掉了。对，看样子我们专辑录音完之后，从12月底到现在，今天2月不是2月12，不是2月12号，对不起，像是2点12分，我看成2月12号，等一下，对不起。到今天的1月27号，我果真完完整整的把我的中文讲回来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大家。虽然说吃不到旁边的糖果，就是明明已经过了整整1年，依旧是吃不到旁边的糖果，怎么样吃就是吃不到啊！今天迪卡要封店，哇靠！我居然拟声拟态有机会封顶呢！哇靠！也就是说你那个什么起滴这个，然后不，我居然是最顶的那个吗？哇靠，好爽哦！真的假的啦？也就是说，我已经丢过很多主播了，然后他们可能不一样的诠释方式，有些很可爱，然后有些就是很御姐，对，然后有些完全不晓得在干嘛之类的。然后我这个已经对你们而言可以封顶了，是吗？哦，刚温刚下的啦，居然有机会封顶是吗？既然我们木子这么有诚意的，又抖了150块，然后封顶的这个证明，我再来诠释一次刚刚那个机车过路的这个情形哦。不对，我刚刚那个怎么回事？我刚那个太即兴了，我忘记我前面那个起音怎么用的。起滴滴滴滴滴滴滴，起滴滴滴滴滴滴滴，不不靠腰，我的机车去过路啊，是这样子吗？其实我刚蛮即兴的，我已经忘了我刚到底是怎么表演的。对，只是我其实蛮喜欢玩拟声拟态语的啦，就像是像我今年还没有去找那个杨妹妹嘛，我去年好像也没时间去找。我去年有找吗？我忘了。对，我就很喜欢学那个杨妹妹叫的声音啊。我会在金鸡农场跟洋洋对叫，你们知道吗？我就觉得他就是看着我在那边叫的时候，我就他叫一声，我就回去，好好玩哦！所以说迪卡尔机车，这个你要说我很会学机车，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很圆滑、很圆润啊，是不是如此从容圆润，就跟我的人一样？谢谢。欢迎大家来到朱迪卡拟声拟态语教室，谢谢。你刚刚在路边推机车，好啦，跟你们讲，我基本上都是在大高雄工业国开车居多，我算是老司机啦。对，不是我说物理上面的老司机，对我这样讲也很奇怪，就是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骑机车了，对我都是开车居多。对，好，老司机可以，好不好？新城压塞，卖啦，卖过路嘿啦，机车过路就麻烦的呢。搁要看机车去给人修理有无？对，我只要有去亲近的话，就会回来模仿给你们听。对，我去年很像太忙了，好像也一直没有跑亲亲，还是有，只是我忘了跟你们分享。对，然后可以的话，我在想说过年以前想再跑一趟。对，就是我觉得也想顺便去三阳玉府天宫那个大龙香，再过去祈福一下2026年我们的所有的计划可以很顺利啦。对，物理上的老司机店，
那汽车的话可能是蹦蹦蹦咚气。我觉得之前有一次外 Q 棒补完完全全毁灭的那个状况下，它就比较像是。对，就这样，然后它就不能开了，就不能开了。我觉得学汽车好像也还好哎。370伊拉塞欢迎今天随行抖内，然后尽情发挥你们想要猪猪这边念的，不管是国语还是台语的绕口令，我好期待你各位点播台语的绕口令哦。对，我们台语绕口令可以点播一下，对对对，不生气的话我们随喜点播吼。然后觉得最后猪猪完美念出了那个，就是来涛啊，既然你都已经 Q 出了这个。来，我觉得我绝对是可以完美念出的。我们刚刚的第二题，哇靠，直接魔王题耶！啊，是精明干练，谢谢 IS 先生，绝对是精明干练的。今天想要让猪猪可以念出非常精明干练的绕口令，欢迎随喜抖内，对，就是多少钱都没关系，绿界或者是 YT 或者是3枪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木子？今天我们透过了这一次的绕口令，原来。我在观众心目中，拟声拟态语的模仿是可以封顶的，是不是？好好玩哦！来，单杠蛋啊，单杠蛋啊，单杠啊，好难念哦！单杠蛋的啊，单杠蛋，奇怪，就简单的这5个字，到底是为什么？等一下，是被诅咒了吗？就这5个字，到底为什么念不出来？朱蒂卡，单杠当当，单杠当当杠，等一下有比较清楚一点了。大啊，什么样子魔法的？我很努力在念5个字哎！再一次，单杠当搭杠，单杠当当杠。我好完美哦，我完成了对吧？单杠蛋蛋啊，单杠蛋单杠，单杠蛋单杠，我不管，我念完了，我好棒，直接崩溃。然后吴志老师，那种他的钢弹只会自爆，对，不好意思，我所认识的钢弹他没有当过单杠。对，他就只会自爆，没错，而且最近还出了那个自爆原子笔，好想要哦，很厉害，对不对？九音，咯噔噔噔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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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我没有在模仿牙齿大姐，我明明是很努力，很棒吗？咯噔噔噔咯，咯噔噔咯，咯噔噔噔咯。不是，我们今天是绕口令，怎么会变成拟声拟态语？但是这一回，我居然意外发现，原来我拟声拟态语是封顶的，是吗？我这么封顶，是不是？不准笑！看看你们为什么都笑得跟孩子一样，怎么回事？这不科学啊！这不科学。哎，为什么我的安啊安安啊安？等一下，我突然忘了那个注音的那个顺序是什么？为什么我的安
我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我的安这么毁灭啊？很棒吗？谢谢，感谢大家，因为迪卡很努力。汤姆先生，我今天精明干练的就是完成了绕口令了吗？对，结果今天不是绕口令，反而是拟声拟态与封顶的，是怎么回事？谢谢我马克先生，我又追加了一个题目，我们来看一下。谢谢你们，谢谢。我们我们透过了的练习，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突破我们马克先生接下来加码的这一题呢？好。人要是行，干一行哈，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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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哪行都行。哈？什么？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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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哪行都行。哈哈？什么？等一下啊！所以怎么办？啊，完蛋了！好，这个人要是行的话，干一行，行一行。什么啦？不是吗？用哪一个是行，哪一个是行啊？用哪一个会较好念吗？狼，好像也没办法念呢。哦，等一下，等一下，完蛋了！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一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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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哪行都行。一定是这样子的，我是不是又精明概念了，马克先生？为什么现在记忆体不足？把记忆体还给我，等下聊天室不见了呢？等一下，我好不容易念完了，为什么聊天室不见了？等下聊天室不见了，什么行行行行，什么行行什么行行行什么啦？等一下，我把它追回来。一行，这是破音字认知，不是绕口令了吗？唱嘛！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哪行都行，是这样子吗？我像那个行看得太久了，我有点把它就有你们会不会常会有一个错觉，就是你一个字看太久了，它反而你不认得它了。我现在这个行完全不认得它了，对，就是这个行对我而言，在我眼中已经变成很奇怪的一个图像了，你知道吗？马克先生，感谢你这个置顶文，谢谢，所以我们念对啦，是吗？然后木子感谢加入24个月的猪仔专员，追猪快2年了，今天才知道我精明的部分都是，今天才知道我精明干练的部分都在拟声拟态语，是不是？不愧是我吗？对耶，我也很少在你们面前玩拟声拟态语，拟声拟态也很好玩呐，谢谢，不愧是我，总是会有就是很惊喜的部分，突然在就是配信的某一天出现，我自己也好惊喜，对，我也好惊喜，好好玩哦。什么时候猪猪醒一醒吧？我很清醒啦，我今天是圆润滑嫩的猪猪，我很清醒呢。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一行
一行行，行行啊！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哪行都行，这样子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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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看太久，我觉得那个行，我突然觉得它变得好奇怪哦，越看越混乱。平常都在，什么叫平常都在吵吵？我觉得我今天鸡鸣干练。什么叫平常都在吵吵？我的聊天事项飘出了就是台湾最美丽的花，它不是草，谢谢。我全部的草都献祭在我们这个聊天室在飘扬的香菜了，所以我念出来了吗？我念对了吗？我念对了是不是？啊！我精明概念了耶！谢谢马克先生好棒，好好玩哦！我觉得绕口令其实真的很好玩哎！我原本其实今天很烦恼，说完蛋了，我觉得我今天会念得很烂，对，大概就是一直生吵，然后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结果好好玩哦！好好玩哦！谢谢大家的出题，我觉得我真的是对，反而经过了就是去年的高压磨练，我又更加的精明干练了，对吧？结果就大家也不晓得到底对还不对吗？好，人要是行，干一行，哈，干一行，行一行，哈，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哪行都行，好难哦！救命！所以这个是正确答案是不是？也太难了吧！救命啊！好，谢谢。对，原来就是马克先生加码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魔王，他比钢蛋还难呢！钢蛋高道。难，他瓦抖的那个是难，来看一下，他瓦的那一题是难管展览港，难管展览港，好，我现在居然需要极度深呼吸，到底怎么回事？自己标的，不要去耽误大家时间。不会啊，我觉得很好玩耶！谢谢你们，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让我就是了解到原来拟声拟态语的模仿，就是对于这个娱乐效果是这么效果拔群的，是吗？对，南管展览港，所以我不仔细看会想说应该是南港展览馆，结果居然是南管展览港，好吗？看得有点痛苦吗？哪会痛苦啊？我今天看起来就是一副就是胸有成竹、精明干练的样子，你们看不出来吗？不是，他真的出题是你自己上去看，他出题真的是南管展览港啦，真的啦，真的。西滴滴滴滴滴滴，西滴滴滴滴滴滴，真的啦。我类先生伊拉塞，我们今天是精明干练的模样，在跟大家玩这个之前被拔起了，所以要还债的这个绕口令。欢迎大家随喜抖内绕口令出题给猪猪，然后现在热烈欢迎，如果有台语系的绕口令的话，也可以就是随喜抖内出题给猪猪，证明我的精明干练。好想吃糖糖哦。可是就是吃不到旁边的糖糖啊，为什么就是吃不到旁边的糖糖？我明明已经插一根筷子在那边了，筷子插着就是要吃糖糖啊，可是筷子粘住了，它不够，筷子弯不过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猪脚黄金糖怎么样都吃不到。精明概念好不好？对，我们他啊出的题目真的是南管展览港。那你说精明概念下一条跑马上去，
可是我今天居然意外的就获得了拟声拟泰语的天花板顶标的认证哎！以出题为主，可以啦，对啦，可以啦，没有问题。对，要帮我吃吗？可是它粘在我手上，你们也没有办法吃啊，怎么样吃都吃不到那个糖糖，你知道，好可怜。然后一时弯不过来是怎样？弯不过来怎么回事？而且其实我一直在想说，因为如果它那个猪脚黄金糖啊，小时候你们吃过黄金糖吗？如果吃过黄金糖会就是糖一定会黏黏的嘛。我一直很担心，就是我们飘下来的那个香菜吼，就黏到那个糖上面。对，哇，都完美闪避耶！对，那闪避值100%，有没有？我们香菜连它黏不到糖啦，不用担心哦，完全不用担心的。怎么样都吃不到，吃不到的糖，有没有？插了筷子还是吃不到，好可爱哦！也感谢当初木子帮猪猪委托的这个很可爱的这个万圣节小精灵。可是我发现它其实不止万圣节可以拿出来啦，就当我想要展现精明干练的这一刻，它随时都可以出来，对不对？日本的那个什么黄金糖对吧？好久没吃了，我忘记它是不是日本的因为小时候台湾也很常吃到它，我觉得它真的很好吃它真的味道其实是虽然说很甜，可是它那个会让人家很怀念。对，什么我手短？我的手有这么短吗？它不过就是我的糖粘在我的手上了，我的手没有很短，我的手比小叮当强一点。我那在讲什么？感谢我们大姐为各位加码我们的题目，我们继续来挑战一下，是否能够精明干练的把它念过去。咕咕嘎嘎，咕咕呱呱，嘎咕呱，还是还是呱咕嘎，咕咕呱呱，还是咕咕呱呱？晚安，乌啦。对，等一下，我刚刚一瞬間被盗账号了，怎么回事？等下大姐是什么东西？大姐，我要是米娜赛，感谢你睡前的出题哦。等一下哦，感谢你睡前的出题。等一下，咕咕嘎嘎，咕咕呱呱，嘎咕呱，呱咕嘎，咕咕嘎嘎，咕咕呱呱，晚安。咕咕嘎嘎，咕咕呱呱，呱咕呱，呱咕嘎，咕咕嘎嘎，咕咕呱呱。哈，这好像已经不是绕口令了，你们完全在玩我的拟声拟泰语了，天哪！汤姆的意思搞不好是猪猪以后要北上的时候，就跟老师他们说你要去南管展南港。我跟你讲，哪一天要是发生了，我一定会分享给你们。我一定会分享给你们，我觉得有机会，好不好？上班前再偷偷跟猪猪说，什么叫法好鸟的？我们这个即使知道它已经是哆啦 A 梦了，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台湾那时候的翻译。不晓得为什么它叫做小叮当，也叫做小叮当，我不知道是安怎呢？是为啥会呢？伸出援手没有错。我觉得我这个援手要是跟咱的小叮当讲肯的时阵，倒一个会赢呢？你们觉得我若是甲这个小叮当的讲肯，倒一个会赢呢？我觉得这可以开个投票好棒哦！来，我来发起这个问答哦。我觉得这个开启这个投票，猪猪跟小叮当猜拳，谁会赢？圆润圆润，猪猪跟小叮当猜拳谁会赢？猪猪精明干练会
小叮当。第3个，第3个选项，第3个选项我们要选什么嘞？第3个选项，我觉得丁小雨跟什么怪医秦博士这个，哇靠，这才超考古的，我都差点忘了怪医秦博士了啊！季安会赢，对不对？季安，我总觉得季安一定会赢呢，完蛋了，怎么办？季安还有谁呀？我们除了季安会赢之外，一定是季安赢啊！季安每次到最后都已经变成那个最后的赢家，好不好？对啊，还有谁可以？静香会赢。好啦，我原本想要打洗澡的静香赢，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选那个选项。还有谁啊？小叮当赢啊！我知道了，肚子好饿哦。好，谢谢大家，我们发起了这个意见调查表。我突然就是很好奇，这样子的一个朱迪卡这么精明干练的状况，要是今天哪一天我们跟这个小叮咚猜拳的话，来讲看的时阵，都一个会赢嘞。这种就真好玩。包括季安会赢吗？83先生伊拉塞，然后猪书店，对，我想骗人都骗不到，没有错。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叮当，一静香太现代了吧？好，一静好不好？但是一静已经不在选项里面了。对，既然怎么样都是赢的那个啊，就逃不过武力的压制，好不好？你要说是电影版那个胖虎，还是 TV 版胖虎吗？两个是不同人吗？真的吗？猪猪不知道。哦，电影版的胖虎居然是这么正向，是不是？我就知道铜锣烧赢定了，好不好？铜锣烧赢定了啦！好想吃铜锣烧。原来电影版胖虎是这么正向是吗？怎么可以逆人设？电影版胖虎人居然这么好，这样逆人设这样对吗？他的武力呢？他的威压呢？他的威胁恐嚇呢？我最喜欢看他就是每次威胁恐吓完大雄之后，然后回去被他妈修理。谢谢我们刚刚最后一则，我们绕口令来到了我们大姐欧亚斯米纳赛，以及我们的木子，你偷偷的跟泡泡老师排单的是不是？你排了精明概念的猪猪的舌头吗？你啊，真的假的？你帮猪猪把舌头做出来可以舔糖果是不是？自己脑补这样子。谢谢木子，就是可能看猪猪每次都吃不到糖果，然后于是就是快点跟那个泡泡是排单一个可以就是舔得到糖果的那个舌头，有如就是蜥蜴般，有如就是壁虎般，或者是青蛙般的敏捷，好不好？迅速。大雄，我来救你了。TV 版，大雄你这个笨蛋。对，胖虎对大雄使用的威压一直都是啊。对我而言，这个威压版的这个季安，这个才是小时候的回忆，不是吗？铜锣烧超强，好不好？明明都是圆形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就赢不过铜锣烧？明明都是圆形的东西，我们竟然赢不过，就区铜锣烧，怎么回事？好，我决定今天晚餐的那个点心吃铜锣烧，是不是？铜锣烧太强了，83先生。什么猪猪学的好像？我学什么？我刚刚学了什么？对我而言，胖虎一定会小夫主 CP， 对，没有错。对，我觉得他们长大了吼的那些本其实很多戏，你知道吗？就
胖虎一定是超级直男，然后他长大了基本上就是有在健身，然后很壮，然后是非常单纯型的直男，就是力量取胜的直男。对，然后小夫基本上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想要把他掰弯，但是胖虎却都不知道。对，然后哦，谢谢，这位是王老的，看一下哦。哦，刚刚是王老的订阅吗？谢谢王老婶婶又快递，呀哟！等下讲到了这个对我而言，胖虎跟这个小夫的那个长大后的世界观，就是我们迎来了就是王老先生的订阅，真是只能说缘分一场哦。等下我讲到哪里了？因为它可以吃是吧？有吗？然后马克先生，我们开启了这个开关。抱歉了，大雄，这台车只能坐3个人。我只是想说，好。你说你这个是健身房的故事吗？也不是特别健身房的故事啦，只是他们长大的那些本的故事，我其实已经想好很久了。因为胖虎他就是一个威压习惯的一个人设跟个性的状况下，他会觉得 power 就是力量，就是一切，就是只要有力量，他就可以战胜一切。所以他努力的维持自己身上每一寸肌肉，就是为了可以用武力随时压制不公不义之事。然后就把自己练得很壮，然后身材之好的，然后果不其然长大之后也是非常魁梧的美男。那因为他特别喜欢染成金发，就是为了要呼应他小时候常常穿那件橘黄色的衣服，感觉都没洗，可恶。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他很适合作为一个金发直男的人设，但小夫3番2次的想要暗示他，这个胖虎实在是太直了，怎么样就是都 touch 不到，共鸣不到小夫的点。然后小夫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钱的公子哥，对，长大之后外表看似文弱的花美男，但其实心里每天特别是夜晚都在激烈的幻想着要怎么蹂躏这个不晓得他的心意的胖虎。实在是太揪心了奇怪的姿势增加，不是，这个是我本的人设啦，我心目中的人设。为什么3个不能在一起呢？然后静香真的有远远单恋大雄这样子吗？我觉得静香应该是远远看他们3个人的三角恋，然后很开心吧。我到现在才看懂原来是男的，知道那个威压肯定不是那个威。小欧经理还喜欢这样的一个人设吗？那个本设定很对，是不是？对，我觉得其实他们的人设很适合迎向这样的一个走向，你知道吗？我觉得小夫被压的话，其实在我们腐女的世界观反而不有趣。我们就是要胖虎就是要成为一个就是喜欢健身的一个阳光型美男的这个状况下，然后因为他太直了，然后小夫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就是软硬兼施的让他知道心意的这个状况下，然后小夫怎么样就是 touch 不到，然后某一天小夫他就是整个坏掉了，病娇掉了，或者是醋劲大发，对，然后就直接把胖虎抓进去，就是监禁 play 之类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剧情发展？这个我是觉得才是腐女深度喜欢看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对，对不起，我把王聪明放掉了是吗？对，我们尊爵不凡的熟男们，毕竟本频道3岁到70岁的这个全年龄上，对，我相信70岁的你各位大佬们一定知道王聪明是谁吧？但这种文弱富二代反攻是不是？我这个水灵宝贝就 touch 到我这个文弱富二代的反攻啦，因为就很有钱嘛。这种就是力量主义的肌肉笨蛋，就是只要叫他们家的执事稍微处理一下就没问题啦。一个是肌肉笨蛋，然后一个是资本主义之王，到底谁会赢？肌肉笨蛋怎么可能赢得过资本主义嘛？对不对？
8月1号最杀死哦。我们跟小欧今年看的东西差的很多，是不是？是这样子吗？你知道林聪明那样子，你知道林聪明是吗？然后智取、智谋再加上心机嘛，是不是？然后最后这就是用半推半就的，然后得逞了，对，小夫得逞了，小夫得逞，得逞了之后，就会变成开始是季安各方面的心灵纠结。他为什么对我做这种事情？我们是好兄弟吗？我都已经说不要了，他到底在干嘛？但是他说他喜欢我，喜欢就应该被这样对待吗？之类的这些心灵纠结，你知道吗？哦，太精彩了！天哪！要说就是那个反差，有像流行做的嘛？哦，对对，可以啦，这是对，就是深度腐女猪猪而言，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棒的发展。睡前听了说，大姐，你不是已经给我们的那个绕口令做一个很完美的结尾了吗？对不对？不过说真的，我绕口令好想要玩那个台语绕口令哦。然后你知道那个日本广告有拍过真人版的哆啦 A 梦吗？小夫啊，我知道，有，我就说嘛，就是很帅气的富二代啊，山下智久胜任得了啦，绝对胜任得了好吗？而且体格那个差也，对，看是不是，绝对是被反推啊，对不对？没事牛吗？你的心态都等一下，可以上雷诺可以。好不好？我们小叮当，我们就可以用上雷诺去取代了，对不对？然后你这应该是阿福开了一间健身房，既然是健身房的员工兼教练。有天大雄为了获得静香的芳心，去阿福的健身馆，然后既然跑来说：“brother， 要一起练吗？练累了可以去睡。”这个有点杰哥的节奏了。对，这个就有点杰哥的节奏，我就觉得季安应该是要成长成一个肌肉笨蛋，就是一个很粗线条的肌肉笨蛋，他应该要这样子成为一个粗线条的肌肉笨蛋才对。那也可以直接睡，没问题。对，说到杰哥啊，像前2天我看大宝老师有在 Twitter 分享那个他去参加朋友的尾牙，然后照片里面有杰哥然后杰哥很开心的在跟一个小朋友就是一起玩，我就觉得哇，杰哥那个小朋友，对，应该是会好好温柔对待，对。好啦，我居然在那边分享了，就是所谓就是我理想中的小叮当的剧情哦，而且说实那10块，我们的铜锣烧稳胜我们朱蒂卡跟小叮当朱蒂卡。你居然胜不了一个铜锣烧！我真的胜不了一个铜锣烧，但怎么回事？然后第2贤者，记得季安很喜欢妹妹画的哦，是不是？所以季安他在这个取向，我倒觉得非常适合啊。居然会因为就是妹妹画的少女漫画而觉得很动容、很感动，然后长大变成了一个肌肉笨蛋，然后很相信爱情，然后一直在期待对的人是谁在哪里，然后殊不知就是小夫已经对他就是已经暗恋了好几年了，然后却完全浑然不知，是不是？铁牛挺亲民的，对，没有错，我们杰哥其实非常亲民啦。大姐，你不是要睡觉吗？你不是要帮我们就是结束了这次那个绕口令的这一回合了吗？我觉得绕口令怎么会这么的难啊？钢蛋不对，以为那是他儿子吗？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儿子还是说是他儿子吗？武谦老师。如果是杰哥的儿子的话，如果是铁牛的儿子的话，这猪猪可能就没有 touch 到这样子。突然想跟主播说醒吗？我跟你讲，木子，我这边没有得醒，不用醒。你们看一下你们那个贴图，那个叫西跟星好吗？那个叫西星，那个不是醒。在我的频道不用醒，知道吗？没得醒，已经躺好挂着。好啦，已经躺好挂着，没有问题。然后泽野先生伊拉塞，欢迎来到精明干练朱蒂卡的频道。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还债，然后开启了就是我们的绕口令，大家抖内随喜。对，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斗内水洗已经到一个段落的话，已经处罚蜘蛛不应该说享受我的精明干练已经到了一个段落的话呢，我想要开启哦好，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小欧经理又帮我们追加了题目了，太棒了，小欧经理，这个我专门的。我要是没有好好的把它呈现出来，今天我就不姓朱，我也不叫朱蒂卡。太棒了，小欧经理，来，我们今天这个追加的，您刚才要在台语的这个绕口令跟哪讲？啊，对，怎么讲啊？我突然自己忘记了，等一下我刚明明记得的。拔喙音啊，拔喙音，我即马精明干练拔喙音就要开始咯！来，各位观众啊，咱这个小欧经理出的这个题目怎么讲？等一下とりあえずね、このセリフ絶対勝つわ。いただくわ。わかる？来。树顶一只狗，树骹一只狗，狗搬倒来，弄着狗，狗走狗也走，不知是狗惊狗，也是狗惊狗。来破下嘴嘞！我精明干练呢，我精明干练。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个吗？因为我们家有那个台语的那个，像这个童谣的那个书跟什么呀音乐童话书嘛，猪猪就很喜欢，就是点来听。我觉得这些台语童谣好可爱哦，就超可爱的啊！说真的，就凭你这种程度吗？欢迎北北基大量人力需求来南部务农哦，等一下完蛋了，等一下这个是隐性的题目吗？来南部务农。来南部务农，待遇有，谢谢我们这位这种程度先生，就凭你这种程度先生，谢谢你来到本频道。话说回来，本频道真的我们有猪农先生，我们这位猪农先生常常来本频道打个招呼，然后马上就去管理他的员工了。然后他们家员工就是猪，没错，他都称为他们家员工叫做猪，真的是血汗员工啊，好不好？欢迎北北基大量人力需求来南部务农，谢谢待遇优，好不好？说真的，现在还蛮多就是年轻人会选择去务农的，是真的，因为有些农业大学毕业就真的会回去他们的家乡，或者在阿公阿嬷的农田，真的是种田。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棒，对，因为台湾农业很赞，台湾的农业我觉得是世界出名闻名的，好不好？台湾猪更赞，就像你们面前这一只猪，完成了非常优秀的台语绕口令了啊！谢谢，我好开心有这一题哦，完全证明了我的精明干练，好不好？今天你各位大佬所恩赐的赏赐的，我们随喜斗内成功的证明了，原来我在拟声拟态语上面对你们而言是封顶的，是吗？原来如此的封顶，我今天才知道，我经营了这个频道4年20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拟声拟态语在这个圈子可以是封顶的，谢谢大家。然后今天还很开心的看到居然是这首歌就定几家搞，超开心的。有精明干练啊！我就说，我都会在很奇怪的地方精明干练。务农不是，我只知道务空，我只知道务饭，我只知道务田。我记得好像没有务农这个人，对不对？谢谢你们。台语的绕口令完完全全呈现了我的精明干练。还有没有台语的绕口令？好想玩一下。干有吧？我的精明干练就在这。若是无。那是没就没啊，不然弄，没被弄。要是没有就没有了，我就顺利的用精明干练结束这回合了。说真的啦，其实台语的绕口令是很好玩的哦，是超级好玩的。然后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一下时间，来到了2点56分。
2:56，然后我喝口水水。好，我喝口水水的这个状况下，然后不晓得还会不会有那个台语，你知等下个有迄台语的挖喙挖喙音啊，唔知啊，等下是不是阁有台语的拔喙音？啊，毋过咧，即马咧，我想要工商服务一个，我即马要工商服务的物件咧。我这边要工商服务的物件，等下我找一个，我找一下，等一下，反正即马咧工商服务的笔卷已经吹落去啊吼，来啦，嘛是要来工商服务一个，来。调 B 台语的专辑，我们这个工商服务的这个 B 卷早就吹了去啊！来，这个状况下，我们还是要工商服务一下。那工商服务时间今晚来到调 B 台语的专辑的工商服务时间咯。来，我们这次的专辑已经很高规格的在半年，然后很爆肝式的完成了，然后也在去年的12月24号轰动97咯，在去年的12月24号轰动97咯。那24号呢，不晓得为什么现在关帝庙的二爷帮阮紧诶，他就是决定一定要24号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连5000老师去问呢，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呢，5000老师压力山大呢。然后欢迎这次还没有听过我们专辑的大家都可以去共襄盛举一下，我们各大串流平台其实都已经有上架了，欢迎大家无限轮回、无限循环之外，然后当中的好多首歌曲也有出现，不管是合作的音乐人大宝，或者是我们的嘟嘟嘟跟75C 这2首歌曲。我们家的大佬也被我们抓进了录音室，痛并快乐着留下他们的声音了，好谢谢！就是在我们的75C 跟嘟嘟嘟，然后也感谢这一次有特别帮我们现身的 B 蹦鹏们，然后很多的感谢，我们都全部收录在这张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目前上市还没有满，已经满1个月了，对。已经满1个月，忙到不知道时间。对，然后也很谢谢大家，目前就是有听过的都会偷偷的私讯猪猪，然后说感想、分享感想，或者是你们的回馈等等的。然后最近感受到大家真的很喜欢当中很多首歌，然后75C 是我目前收到最热烈的回馈的其中一首歌，真的很热烈，很开心大家这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太帅气了吗？居然75C就是大家会这么的喜欢，我真的觉得好开心哦！谢谢你们。然后，总之，在过年以前，猪猪还是会继续宣传下去。然后，除此之外，也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实体版专辑发售会落在4、5月的时候。对，4、5月的时候，真的就会让大家看到，真的是很下趴。我们这次的专辑装帧不是只有这么简单的这个封面。或者是加上 CD， 没有，我们这次的专辑装帧真的也是下重本，非常的重本的部分。所以大家除了要期待之外，也谢谢你们愿意随喜抖内，就是不管是用高阶会员的方式，还是说就是很多就是走过路过，然后想说丢一下，或者是拔旗，看到有旗就拔之类的这些健康的金流，不管是高阶，或者是我们的经理、组长，或者是我们的专员，或者是你今天不知道我是谁，但是你今天就想丢一下也可以。谢谢你们，让这些健康的金流，让我们可以完成这张稍微有点重成本的专辑装帧，对，以及我们也很开心可以在去年，我们竟然真的花了半年的时间，就真的把这张高规格的专辑做出来之外，我们的3D showcase 也真的是完成了，我们的工地秀真的是我理想的呈现，对，非常非常理想的呈现啊！いろいろありがとう，真的是各种谢谢你们，对，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礼拜五有什么？没有错，我们这个礼拜五，我们的相爱相杀尾牙，咱株式会社今年的尾牙就伫咧正月30，
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五将会杀在。而且我今天有特别去查了一下，就是以4年对比较适合办尾牙的时间，居然1月30号有放进去耶！哇，看看我们多么会选时间，好不好？那基本上我们的尾牙真的就是依照往年的传统，一样是会有非常相爱相杀的抽奖哈。然后抽奖的部分的奖项已经有在前几天在我们开台的时候已经有放出来了，已经有放出来的这个状况下。猪猪亲签的商品，大家也可以把握一下特别是那个大到不行那个立牌，目前在草空间，我们店长帮我们收藏着这个收藏的部分，你们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记得抽中的朋友自己去搬回家。好，然后更感谢的是，就是已经投递，我们这次相爱相杀的这个尾牙已经投递了，就是我们几抽投几次的各位大佬们。对，像我们长官已经投了10次了，然后我们的5000老师也吹了 key， 已经先投了3次然后投完之后呢，你们如果当天没有空来没关系，至少你们已经有先填单了，这样就可以安详的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对，那想要当天再享受那个相爱相杀的快感的各位也是没有问题，好不好？好期待哦！也感谢今年度大佬也是有释出非常相爱相杀的高阶会员回馈，好不好？那很刚好的就是在30号我们结束了我们的尾牙之后，我再来统计一下我们2月份不是2月份，我们1月份要出的高阶会员 GUTS 版本到底有几份？痛并快乐着吧你各位，好吗？然后讲到尾牙，就是除了我们就是最期待的可能相爱相杀的奖品之外，我在那之前，我今年真的也很想弄成工地秀风，所以我在想说，虽然说我没有家用动捕次川川さんいらっしゃい，虽然说我没有家用动捕，但是我一直很想要跟大家一起把我们的3D 工地秀一起同步试听过去。我是否可以邀请我们在3D 工地秀又大又晃的神官帽3D 造型的朱蒂卡成为我们这次尾牙的主秀表演嘉宾？就是但是我没有3D， 但是我们只能看了，我们就是同步视听，把它当作是尾牙的一个呈现。对，反正我就在旁边当一个精明干练主持人，对，然后同步视听的部分，然后变成感觉很像一个工地秀，然后邀请朱蒂卡来当尾牙嘉宾之类的。可是又想说这样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无聊是不是比较想听猪猪还是现场唱我们的丢比台语专辑，你们会比较喜欢之类的？我现在在犹豫这些事情，大概是这样子。猪猪再想一下。总之，今年度的尾牙也希望是可以台翻天的形式，然后来进行这样子。然后猪猪也会就是找一些就是很台味，然后有别于以往的这些素材嘛。但是我想了一下，去年电子花车也有了，还有什么更台的素材？让我想一下，大概是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子，对。然后尾牙的当天，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哦。对，而且我们去年已经完成了，就是我们的募资周边回馈的状况下，其实我们还蛮多募资周边回馈都可以拿来照相，然后变成就是一些素材可以拿来使用嘛。对，更台的素材嘛，对啊，猪猪再想一下之类的。对，不过我在想像尾牙这个部分嘛，总之是会很台，但是你们会比较想看，还是要这个朱迪卡亲自唱现场的我们可能专辑的歌，或者是一些很台味的歌给你们听，还是说你们会比较想我们一起同步试听一下我们当天3D 工地秀的那些感觉？那我觉得炒热气氛的话，感觉还是我自己现场来唱一些很台的歌，应该是比较有机会炒热气氛吧。我在想，三合院里的版的可以耶，我有在想说，就是我们阿嬷家那边的三合院只是可能来不及回去拍照。对，所以我在想说那个素材看要怎么办，可能去挖一下我们之前过年回去拍的那些照片之类的。露天电影车，我有在想我其实真的都有在想。对，就是也很好笑啊，就是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3D 工地秀的内容真的是已经够台了，而且重点是一开始我还带着你们大高雄工业国导览之类的，有没有？我在想说是不是也蛮适合把它当做就是
可能3D 工地秀的同步试听，然后我们试听完，我们就来抽奖之内的。呵，我个想一下，工地秀本身就已经很够了，除非要到5厅，所以我觉得工地秀其实应该蛮嗨的吼。不过工地秀跟大家同步试听完大概1个小时半啊，然后1个小时半之后再抽奖，但是其实时间好像也差不多，对，但不知道会不会拉太长。好，谢谢。总之我们，哎呦，刚刚以为铜锣烧赢了，但是现在居然是精明概念猪猪赢了，不是，现在居然精明概念猪猪有稍微追上来哎。好，谢谢我们。总之我们结束这次的意见调查。总之，铜锣烧居然赢得很莫名其妙，铜锣烧居然赢得这么莫名其妙，救命啊！好。那么我觉得这个的投票我就到香格投票好了，因为会在香格互动的大家基本上也算是比较核心的观众。那个这个我觉得看说要让3D 工地秀下去跑，我们就做一个同步试听，然后我就当做是秀场主持人的这个状况呢，还是说我当天就把我们专辑的歌好好的台的唱过一遍，然后以现场演出为主，就这2个选项，我想说可能在香格稍微投一下票好了。对，我居然还赢了小叮当，谢谢你们觉得我精明概念哦，谢谢你们觉得我精明概念哦耶！好，那总之我们这次绕口令很像精明概念的完成了。搬喙饮，那今天的搬喙饮真正就精明概念的吼，感谢各位。然后我们看一下，待会可以降落的鸟婆在哪里？等我一下。好期待我们礼拜5的尾牙哦，一定又是一个抬到爆，然后超好笑的感觉。我就喜欢跟你们就是这种疯疯癫癫、相爱相杀的这些活动。看一下，现在在开台的，哎呦，好。我们待会可以去打扰一下小雪，或是搭布袋戏的，然后全程台语主持吗？我觉得其实我跟你们讲，我有拍那个布袋戏的颈部可是我不晓得那会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其实我有时候到外面去，可能不是出任务啦，就是说可能只是在外面吃个饭，还说刚好经过了一些有在办一些什么歌仔戏或者是布袋戏的那个流水席什么之类的，我真的会下去拍。可是拍完之后那些东西是可以用的吗？好想用哦，几乎都有完整的念出来嘛。我很棒，我超棒的，谢谢你们，谢谢今天有抖内让猪猪完成精明干练的拔喙饮是吗？搬喙饮啊，拔喙饮好。我今天的拔喙饮真正就精明干练呢，多谢各位。对，所以我在想说这会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啊？对，这个礼拜5是我们的尾牙，然后我们有抽奖活动168抽。那如果说你们担心那天就是可能没有时间过来玩抽奖的话，我们这边其实已经有先开放表单的填写了，也就是说你今天想抽奖，可能必须帮我填个表单，对，我只能用土法炼钢的方式把表单生成 Excel 档之后，然后再复制贴上。对，所以就是可能要麻烦你们抖了168之后，或者是抖了2次3次都可以，记得要去填表单，知道吗？就好奇就是哪种版权是实体的还是看不到的，我不知道。就是例如说今天就哪一个剧团他有摆出来他们家在演布袋戏的那个背板，然后我不知道是哪个剧团哦，但是我今天把它拍照了，对，那是我的照片没错。然后那个照片我把它放上我的直播，然后当做是我的尾牙的背板，这样可以吗？要不然其实我这边还蛮多的我真的拍了还蛮多，不晓得是哪一家的戏班的背板，对，就这部分的版权就それがわからなくて，不然好想用哦。对啊，不错而且就台语很烂，然后硬要用台语主持这样。我在担心我用台语主持，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反而
观众看不下去，因为有些观众对于台语的抗性不是那么高，他们可能听个1-2句还没关系，但全程台语主持反而很担心大家待不久，对之类的啦。对，要不然那些背板其实猪猪还蛮多的，对，真的是还蛮有就是可以使用的这些素材，对，就是很犹豫中。但是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没关系啊，因为我记得前年还是去年的尾牙的场景很像也是我路边随便拍一个，然后就把它放上去用，应该是还好。而且又不是全程流利的台语，那就因为不够流利，所以大家反而想留下来，好哦，谢谢。我知道流量密码了。好，大概是这样子。那么总之请大家期待我们周五的尾牙，谢谢你们大家。应该是还好吼，宝贝，我觉得应该也是还好。等一下，喂，哦，有回来了。我想奇怪，那怎么好，因为他们的背板都很公版，也是，就大家背板看起来都的确是好啦，那我觉得我可能就这边有我自己拍的素材，我可能就尽量使用。对啊，总之就是也都会非常台的一个呈现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的搬最近我成功啊，而且成功的成为了您各位心目中原来是拟声拟泰语模仿的天花板，我真的非常开心。我今天可以得到这个奖，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对，我旁边这其实不是糖果，是我的奖杯。对，我想亲他一下，但我亲不到。我们通常不是得奖要亲吻奖杯吗？我连亲吻奖杯的权利都没有，对，因为手太短。但是我还赢小叮当有没有看到那个投票？我赢小叮当好不好？我虽然说赢不过区区铜锣烧，我还赢小叮当好吗？就是那种一看就是他们家比较也是，可是得奖给那个奖。对，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精明干练，就是结束这回合。对，所以我才特别准备了很像糖果的这个奖杯在这里。对，我想亲吻一下奖杯。对，但是我现在没这个人权。对，就是因为我手太短，谢谢。没有亲吻奖杯的人权，实在没有办法。千里拉萨，我们今天很成功的结束我们的搬喙景，咱真正就成功精明干的结束咱今天的搬喙景哦。恭喜各位，我们切片尾喽，谢谢你们，哦耶！好，我们去找小雪玩哦。それでは間もなく小雪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要去找小雪一起玩了，哦耶！我真的觉得今天我好有成就感哦，谢谢你们，玩得好开心。大家我们的主委，主委啊，你哪来了？主委来呀呢？刚想拦主委啦，是不是万圣节手都一样短？等一下，我还没有结束这回合啦，我忘记了，不晓得为什么看到主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等一下我的场景要去哪里呀？我的场景在哪里？等一下，我们难得包括好几次把最近好，谢谢。对，主委加码，对，主委，我们每次要办尾牙的时候，你都会出现，你一定要帮我们加码，是不是？主委又要加码了，主委每次来就是压力都山大了，每次来就会被朱蒂卡喊加码这样子。不是啦，因为今那里播最近有无？我在想说我们静黑红台那个，我觉得可以开起来给大家玩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凤凰台风绕口令。把那个玩完，我们就可以结束这回合。这个是猪猪帮大家追加吼。哇，最近我看一下有没有图片，之前不是有图片嘛，对不对？红台
红红胎。等一下哦。你们等我一下哦，我要找红红红胎，海红海哈哈哈哈，到我这里，然后还有，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要把这个玩一玩。红红红胎，还有毛毛老师之前贴给我这个，等一下哦。啊，好，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下载下来一起玩。好，我先为各位加码一下吼。咱先来算这红红红太好啊。对，就刚刚有那个音，可是我不知道燕子就是音呀！我天哪，我们今天都已经开绕口令，我想玩一下这个。什么很砰的声音啦！来，我把这个说一下哈。来，我们这个非常的台吼。来，我们来凤凰台风，熊熊来访，害防洪系统的防护效果，凶狂的风雨防害。哦，天哪，这好难哦！这个是朱主委为你各位今天加码的一个部分哦，谢谢你各位今天水洗的抖内哦。虽然说今天已经证明了我的精明干练了，对自己讲，但是我觉得为各位加码一下，是安尼亮的啦吼，红红红太熊熊来访，海红海红等一下，我觉得这不能乱练，我不能误人子弟。等一下，系统系统红红红太熊熊来访，系红系统的防护效果，和香港的香港的防护防害。应该是这样吧？凶狂，等一下哦。系统，那凶狂哦，怎么不是胸部的胸？不要乱。香港呐，香港啊！你这人卖遐尔香港好不好？红太熊来访，海红啊！红太熊来访，海红嘿啊！等一下，我忘了啊！再一次，好难哦！不行，这不能乱练。系统，等一下，再一次。红太熊来访，海红系统的防护效果，香港香港的
风河红海。啊，好难哦！再次，风风风太雄雄来风，海风风系统的风风效果，和香港的风河红海。啊，我一下完成了，我一下完成了，朱迪卡赞哦！来，接下来这个是毛毛老师传给我的呢。哦，等一下，它这个是，等一下。妈呀！等一下，再一次。等一下。Oh my god! Oh my god! My god! Oh go! 等一下。好，我听一下，我再听一下，等我一下。哈？哦，救命！他那个是柿子吗？我问一下，那个水果那个是柿子吗？哦，救命！我问一下哦，这个它是柿子吗？哦，救命！等一下。等一下！Oh my god！ 柿子吗？等一下哦。哦，是柿子嘛？啊，柿子的台语怎么讲？哦，救命，好难哦。柿子啊，柿子怎么讲？完蛋了，柿子的台语怎么讲？起呀！哦，起呀！啊，进去！啊！对，起呢？起呀！对，我想起来了，因为小时候我哥哥很爱吃柿子，然后那个啊，就是我妈妈都问说你要吃进去不？可是为什么我是进去？起呀的喝啊！啊，谢谢啊，我们嘟嘟阿春也出现了啊！好，我试看看哦，我先练习一下，一呀，然后下一题，然后好，然后下一题是一呀，然后下一题，好，然后接下来是起呀！好，柿子是起呀嘛？一呀，起呀，一呀，啊！一呀，起呀，一呀，好，接下来第5题，起呀，一呀，起呀，啊！好，第5题，一呀，起呀，啊！
我肚子好饿哦，救命！不行不行，我要挑战过去，不可以！我今天都已经获得了精明干练的奖杯了，来，我就照着这个的顺序，好来，我就照着这个速度，预备备，一样，预备备，一样，等一下，起呀，这次，还没，等一下，等一下，太快了啦，好难哦！我要再挑战一次，不可以这样。等一下哦，就是一样，起呀，等一下，我再练习一下。然后这是起呀，好难哦！有记得各种不同类型的变体，哦，救命啊！我下次要用这个考看看无形老师。起呀，我突然忘了啊！我突然不会讲了哎。一样是汤圆嘛，一样是燕子嘛，对不对？哦，我突然不会发音了，好可怕哦！燕子，燕子的台语这边查不到吗？一样，还真的是一样。起呀，一样。哦，这里呢？呀哒！一样，起呀，金呐，起呀，一样。天哪，这个好，再一次，预备备，一样，起呀，我还是有成功啦，有啦，我只是比较慢啦，有啦，我好像还是有成功嘞，我只是反应很慢啊，好难哦，救命啊！谢谢毛毛老师提供的这个还好，我今天的脸是非常精明干练的脸，我今天的脸要是弄成那个 3.0， 对，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应付这么精明干练的时刻了。哦，我真的好慢哦，我怎么这么慢呢？哦，好好玩哦！好啦，我只是想说为各位加码，我只是想要玩一下这个，好好玩哦。我们难得就是被拔旗开了这个绕口令台，谢谢各位大德的捧场。对，然后我想说，都开了绕口令台，我要玩一下这个，对，好好玩哦。谢谢你们，我安详了。我们可以安详的降落去小雪那边了，不晓得他是不是还在，还是他已经下坡了。好啦，
我们差不多了，谢谢你们。对，玩完之后我安详了，我们真的可以降落过去小雪那边了。谢谢你们陪猪猪玩。我们的绕口令台，我们明天没有意外的话也会开台哦。最近都会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开个短短的台陪伴大家1-2个小时也好，对，然后就尽可能每天都稍微的陪伴一下大家，然后也谢谢今天我迎来了，就是原来我的拟声拟台语是这么的高光时刻，然后谢谢你们抖内的秋定几家高那个绕口令，我把它很精明干练的唱出来了，哦耶！谢谢你们。以及今天所有大的南嘎杂杂寡高大大高大都好好玩了，我是不是很精明概念呢？谢谢大家，感謝绕口令。それでは間もなく本当に今回は絶対本当に小雪さんの枠に到着しますね。嘘じゃないわね。我無咧好笑啦，真正要講到佇咧咱小雪冰島啊啦吼，無好笑吼。這擺真正無好笑。好啦，咱準備要講到啦，謝謝你們，明天見嘍。